在這個快節奏又充滿誘惑的時代，愛情似乎成了一道複雜的選擇題。我們渴望真摯的情感，卻又害怕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。當激情與理智碰撞，當心動遇上現實，你是否也曾在愛情的十字路口猶豫不決，左右為難？小張和李莉的故事或許能觸動你的心弦。他們相遇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，一見鍾情，迅速墜入愛河。小張被李莉的溫柔和獨立所吸引，而李莉也被小張的真誠和上進心深深打動。然而，隨住了解的深入，他們發現彼此的生活軌跡並不那麼契合。小張的事業正處於上升期，需要頻繁出差，而李莉則渴望穩定的生活，希望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。愛情的美好逐漸被現實的瑣碎所取代，他們開始經常爭吵，每一次溝通都像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。小張覺得自己已經在努力平衡工作與愛情，但李莉覺得他需要的不過是一個簡單的陪伴。為何如此奢侈？兩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困惑，是繼續堅持這份感情，還是選擇放手去追求各自想要的生活？面對愛情中的選擇與責任，我們往往容易陷入兩個極端：一是盲目堅持，認為只要相愛就能克服一切；二是輕易放棄，覺得既然不合適，何必勉強？但真正的智慧在於找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點。首先，要勇於面對內心的真實需求，問問自己，這段感情中最重視的是什麼？是對方的性格、價值觀，還是外在條件、生活方式？明確自己的核心需求，有助於你在選擇時更加堅定。同時，也要學會傾聽對方的聲音，理解對方的擔憂和期望。愛情是雙向奔赴，只有彼此都願意為對方做出適當的調整，關係才能長久。其次，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。很多時候，我們之所以感到困惑，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溝通。試住在平靜的狀態下，與伴侶進行深入的對話，分享彼此的感受和想法。記住，溝通不是指責和抱怨，而是理解和支持。透過溝通，你們可能會發現，原來問題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複雜，只是需要一些時間和耐心去磨合。再者，設定共同的目標和願景，無論是短期的小目標，或是長期的人生規劃，擁有共同的方向，能讓你們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。這些目標可以是關於事業的、家庭的，也可以是關於個人成長的。當你們為了同一個目標努力時，彼此的責任感和歸屬感會大大增強。當然，如果經過深思熟慮後，發現這段關係確實無法調和，那麼勇敢地放手也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。記住，愛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。有時候，放手不僅是對自己負責，也是對對方的一種成全。在愛情的選擇與責任之間徘徊時，不妨給自己一點時間，去傾聽內心的聲音，去感受對方的情緒，去嘗試不同的溝通方式，去設定共同的目標。愛情是一場修行，需要我們不斷學習、成長、適應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你可能會發現，原來真正的愛情不是選擇最完美的那個人，而是選擇與最適合自己的人一起走過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共同承擔生活的責任，享受愛的甜蜜與溫暖。所以，當你再次站在愛情的十字路口，不妨深呼吸，用一顆平和而堅定的心去迎接屬於你的那份愛情。記住，無論選擇哪條路，只要心中有愛、有責任，你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